国甲台湾立法又发301条款的调查对象，咱行政院回应已经有甲美国沟通，相信咱优惠条件未拍折。台南永康规排的铁厝大火烧，一间乌托摆店的头家为着救中风的看守，佮走入去内底，到尾2个人拢过身。苗栗有一台车撞入冰高道，互火车甲弄着，风声这驾驶是代替的员工涉犯公共危险罪，后手交予警方甲代替去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2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台南的永康昨下晡呢，有几啊间连做伙的铁厝发生火灾，一日啊就炭烧7间店面，其中有一间这乌托摆店，这头家呢为着要救伊中风开刀的看守，走出来跟两入去，落尾2个人拢不幸过身。铁厝大火直烧，烧甲未收煞，一直听到哔哔哔哔的声。台南市永康区利旺路一间铁厝，11暗6点外熊熊大火，因为现场是规排铁厝搭的店面，火势真紧就摊开，一路烧7间店面，其中一间大火乌托摆店，外一看护听到头家咧喊，赶紧走出来。也毋过头家为了抢救破病的看守，越头搁再冲入去，煞一直拢无动静，互伊真烦恼。我不知道我在洗头啊，然后他就叫我，说啊，烧掉了，我就跑去外面啊，然后他就跑出来，他就跑进去了。其实乌托摆店的头家本来已经走出来，为着要救中风的看守，又搁走回去。消防队有想要弄破门入去救人，不过这火实在烧了上尾。他的意思就是叫我拉他的老婆，但是没有伦理，没有什么就是。老婆中风啊，他就有开刀那个支气管啊。台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25台车，54个人去拍火。去到现场的时，这火势已经3面咧炭烧，经过1点钟，才总算受到控制。只是清理火场的时，发现乌托摆店头家翁仔某已经死亡。到达的时候，这边已经3面延烧到第4面哈，就是全面就是火势都已经起来了，都已经全面燃烧了。一位是倒在门前，一位是在屋后，然后2名不幸罹难哈。这摆铁厝今年2月，才有食毒塞车的人弄入去无人的店面，影响路口咧等青阳灯的轿车。无想到这回又搁发生火灾，造成2个人死亡的悲剧。详细导火的原因到底是啥？要搁爱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台南麻豆市市场呢，因为互人判定是危险建筑，今仔日是由这地方法院强制执行，加断水加断电。真侪反啊看这款景象呢是看到好，认为市政府处理的程序是无解妥当。因为市政府是回应讲有争取1300万的预算，要互100外担的头家会当搬过去附近的市购市场。透早9点50分，台电能源时间一到就把电切掉，台南麻豆市市场变甲暗梆梆，断水断电这个行动，嘛宣告76档历史的老市场正式结束。透早就有真侪民众专工来吃美食，要伫断电进前翕相留念，嘛有做尾30-40档的番仔，因为断电当场真侪番仔激动流目屎，因讲实在是唔甘离开家。唔知要去倒对啊，找无所在啊，人去足好的啊。迄边哦，拢无位无早啦吼，所在搁矮啦吼。诉求就是讲环保嘛，安尼半冬啦，也是迄落2-3个月啊嘛，无要紧啦。像无菜啊，无菜透较大，咱就安尼，咱就若要甩对，咱就对来。市场哪会被关起来？但是警方局讲，主要因为这栋建筑物更近拢看现现啊。早在2014年，互人评估有安全性问题，为着公共安全停止使用。不过这单完全无法度接受，气噗噗偏向市府，做假无周全，因认为这比大楼更加勇，地动风台拢站会条。另外毛单这支当初因有交权利金，即马市府无半项补偿，就要强逼搬走，互因真怨叹。就爱加减啊，讲寡钱出来再买，大家拢摕钱出来买呢。买权利金的迄阵是公所，啊，毋是阮欠人的水钱，欠人的电钱啊。那我们第3次的公告，的确也是有50几个摊商的部分来跟我们做一个申请嘛。假如说我们这些协助措施，他们也有些有需求，已经也提供申请进来哦，那让这个部分
进出马武。针对大因的指控，市府强调已经有争取1300万的预算，甲附近的市购市场重新征收，嘛规划108个单位要互大家搬过去。不过这个单位嘛是拢足无爱，认为新的空间上矮，店面根本无够本。市府强调会继续参详。不过到市场的落尾一天，依然是伫抗议甲唔感觉老百姓来面对这个现实。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食安的议题，有台南的民众呢，伫咧网络打文，讲起这黄昏市啊买鸡汤，想讲真内底是有下白菜，结果食落才知影讲原来是卫生纸，惊一个是强要冰白。卫生局即马已经去到现场稽查。另外呢，伫咧高雄是有民众去包便当回来，结果伫咧内底煞食着胶纸。卫生局伫咧现场虽然讲是无查到，也毋过店家是有承认这件代志，愿意接受卫生局的裁罚。用汤匙甲鸡汤内底料卡起来，看起来哪像是白菜物件，食入去喙才知原来是卫生纸。台南有民众去黄昏时啊打头买鸡汤，食到一半才发现内底有卫生纸，向店家反映嘛无得到满意的答复。民众的答问伫网络随引起讨论。民众认为，这么大张的卫生纸，落入去鸡汤内底拢无人发现，确实有淡薄含。是蛮夸张，而且也蛮大片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是回家之后才打开，所以到底是不是店家放了，会有一些就是过程就不太清楚，因为店也说没有监视器嘛。台南市卫生局11下晡也来到大头稽查，结果拢有符合规定，干那粪扫桶无砍挂爱改善。当事店家强调，家己正注重食食的卫生，绝对不可能有卫生纸落入去鸡汤内底，阁袂互人客。我的东西1点半煮到晚上6点半，我想问大家有知识的，这种卫生纸会不溶解在水中吗？不可能吧。第二点是，我是厂商，我有可能把卫生纸直接丢进我的碗里面卖给消费者吗？因为无法度证实卫生纸是对当归大家，店家甲民众各求讲法，不只个店家落尾也退钱给当事者，毋望代志就安尼收煞。另外高雄这边也有民众去包便当转来，食无2喙就看到卤肉内底有一只胶纸。高雄市卫生局前往稽查，虽然无发现胶纸，不过店家承认有这件代志，卫生局会依法裁处。冷冻库无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覆盖其离地放置，未设置清洁用品专区，未设置员工专区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食品的安全卫生未当退让，业者若是无改善，按照食安法会当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勇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雄的凤山呢，有民众是甲钱藏伫乌托邦的车厢内底，结果连续2天拢互贼仔来甲偷摕去，前前后后安尼卡起来，拢总是有1万块的现金。业者是提示讲，这贵重的物件呢，千万唔通藏伫车厢内底，因为这乌托邦的车厢要撬是真好撬的，3秒就拍会开。查甫人鬼鬼祟祟，徛伫乌托邦边仔，倒手对车身一拍，伊坐啊就随拍开。伊伫车厢摇来摇去，摕走8000块现金。高雄凤山民众钱袋啊藏伫乌托邦车厢，找别找到连续2天，互共一个贼仔总共偷摕1万块。当事人讲，伊第1天发现钱碰见，就随甲钱袋啊摕起来，想袂到第2天换偷摕内底有币用的2000块。伊随着监视器报警，嘛打文提醒大家爱注意。警方表示，人已经抓到，等咧扩大了解，敢有其他受害者。涉案之王姓男子分别于3月8日、9日凌晨30许，独自骑乘机车至被害人住处，以徒手方式开启被害人机车置物箱，趁隙窃取车内财物后即逃逸。啊，我这惊叫，我都拢藏已经久啊。拢在已经久。系啊。所以袂藏伫内底啦。袂啊，消费险嘛。因为嫌犯无使用工具，干那靠手就甲椅子啊拍开，车辆嘛无受到损伤。咱实际问乌托邦业者，因讲虽讲即摆新车伫咧车厢所的设计有较好势，不过只要碰到捌的人，无论是新型的还是旧型的乌托邦椅子啊，拢会当轻轻松松就拍开。旧车的话，它花的时间大概是3到5秒，它就可以把你的坐垫打开。不需要工具。不需要，它徒手就可以把你打开。如果是现在是换做新车的话，它一样可以开，只是它花的时间可能会变成10到15秒，它一样会开。只是差在说新车的话，它就需要作案工具。乌托邦业者强调，乌托邦车厢敢若适合放一寡备用的手套，还是号码，无论是手机啊，还是钱袋啊，贵重的物件真正无适合放伫遐。当事人嘛讲，有了这个经验，以后唔敢搁甲钱放伫车厢啊。记者郭家族柯超勇高雄场报道。
伫中华有一家伙仔呢是小煞出现脑后痛，而且呢咧痛甲这嘴闭袂开的状况。检查才知影讲，原来是去喂着 A 型的链球菌，规口罩8个人是菌株感染。医师表示讲，这90年过了呢 ，A 型的链球菌疫情有压悬的现象，提醒民众出入公共场所，就要挂喙罨、接洗手。囡仔人喙开开，医师详细检查，中华有一家伙仔，先是一位8岁囡仔出现脑后痛，痛敢若像刀仔咧刮，甚至严重甲喙闭袂开。随后厝内其他人嘛拢出现同款的症头，去病院检查才发现是去喂着有一人菌称呼的 A 型链球菌，厝内有8个人菌株感染，其中各有6个人住院治疗6天才好完全。小孩子不舒服，然后睡一整天，小孩子的嘴巴也都没有办法打开，那感觉很像撕裂伤。医生检查出来是 A 型链球菌，可是我们也没有去日本啊、外国啊，我们就在家里而已。然后结果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中。医师表示，最近日本 A 型链球菌的疫情长咧拖，台湾因为去日本佚佗的人多，旧历过年了后，国内 A 型链球菌疫情冒压悬的现象，胃着病会出现脑后发炎、肿痛、发烧，那严重可能会发展成做性红热、急性腰肌炎等等，影响心脏甲腰肌的功能。感染之后，除了会造成扁桃腺炎，还有咽喉炎，它也有可能会感染到就是我们的肌肉，有可能会造成像心红热、急性肾丝球肾炎。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心脏跟肾脏的功能。医师提醒 ，A 型链球菌主要透过烂手甲接触传染，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上好爱挂喙罨、接洗手。厝内闹人胃病，感染者一定爱挂喙罨，避免发生菌株感染。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中一间300多栋历史的妈祖庙，号做万春宫。最近呢，是有人伫咧网络顶头讲遐即马要拍戏，要来找这临时演员。结果这庙方煞直直拢接到电话，接甲手软。因是强调讲，目前呢，因是无办这款的活动，怀疑是诈骗，建议民众莫去逗留咧，才袂防怪去。信众为签筒内抽一支签，各点一支香。伫台中市中区万春宫是旧城区的信仰中心。即阵啊，社群媒体出现一篇消息，有剧组要伫万春宫拍历史短剧，征求临时人员，下骹阁有附Google表单，要求写姓名、职业甲 LINE ID。因为现在诈骗真的太多了，我觉得事要去自己要去求证，而且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那这样子很不好啊，这样子不是啊。因为妈祖他们就是由院方发出来的讯息，这样是正确的啊，所以那是诈骗集团。有308年历史的万春宫，因为即阵有收到不少人打电话来问，10亿出来背会，讲毋捌有要翕戏剧的计划。无排都是农历3月，妈祖要建活动要到啊，诈骗集团的手法。我们宫庙没有对外有任何的拍摄行动，还是有任何公司跟我们接洽，妈祖是接受大家的信仰，可是不接受你们用诈骗的手段，用宗教来欺骗大众。其他经纪公司表示，这个消息找人薪水甲一般行情差真多，建议民众会当透过正常管道得到演艺消息。首先，它的价格就太高了，然后时数短，就找比较正派跟正统的经纪公司去做报名的动作。本分局目前尚未接获被害人报案。讯息经查，目前已经下架。台中警方目前无接到被害人报案，呼吁民众唔通伫网络顶随便点不明的连结，也是提供个人资料予别人，以免去互诈骗集团怪气，变作人头小户。有任何疑问，拢爱确实查证。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这2020年台湾灯会呢，因为这马里奥灯区是有送这限量的装矮的纸灯，声真侪人抢要来领，也毋过因为这数量呢是有限制，即马网络顶头煞出现这转卖的状况，互民众是真反弹。嘉义县政府是表示讲，这马里奥的纸灯呢是要透过网络来卖，民众千万毋通互骗去。2020台湾灯会马里奥灯区就开放到今，大家拢有真侪人伫遮参观。其中限量的马里奥纸灯，佫是真侪人想要摕到的物件。网络顶面即马就出现真侪咧卖这个纸灯的情况。因为其实预约的这个步骤，他们其实有说明得很清楚，所以呢，其实就是去排队，然后也是增加一个参与感这样。现在诈骗太多了。有可能你付了钱，然后最后寄来的还不是正版的，有可能是或者是根本没寄给你之类的，对。怕被骗钱就对了。对啊，
而且其实几点就可以换到了，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这届台湾灯会马里奥纸灯数量无济，所以网络预约是真侪人咧抢，有人就摕到纸灯来转卖，价小阁花到要800块。嘉义县政府就指出，灯会活动到3月15，民众透过预约也是参加活动的方式，拢会当来免钱摕到这个纸灯。如果说就是真的都预约不到的话，就会考虑上网买这样。民众如于网络发现贩卖或赠送行为，当提及卖货变实名认证、解除冻结账号等均是诈骗，请勿上当。本局业已组成专案小组，对招诈案件加强查缉。嘉义县政府表示，这个纸灯只有伫2026台湾灯会现场互人来领，无伫网络顶面来卖，呼吁民众莫透过不明来源买遮的物件，以免受到诈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根据规定，这政府的清洁队是袂当收红包的，也毋过平日过年拢有民众会来送。新竹市的环保局呢，甲这红包整理里的是捐予这绿色团体，今年拢总是有86000几块。除了是感谢民众的好意，也提醒莫阁送红包啊，才袂造成人的困扰。展开红包盒啊，内底有200、500甚至上千块。大家详细点桌仔顶红包，除了现金以外，会阁送公庙的金母、百货公司礼券。今年新竹市环保局在过年了后，收到红包到8万多块，环保局全部拢捐予绿色团体。过年时啊，包一个红包，清洁队员是阮一个心意。感谢伊规年探天，替阮做一个。倒本社的工课，阮足感谢。红包转交予幸福社会单位，去帮助更加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得到较好的协助，这嘛是真好的代志。环保局指出，这拢是民众咧过年了，清洁队收本社时，民众为着表示感谢，直接把红包进入队员的垃圾啊，甚至等候驾驶。但是照规定，公务单位袂当收红包，所以清洁队员登去了，就直接交予政府单位处理。根据统计，自106年到去年为止，红包金额就超过39万，也已经全部捐出去。今年收受的红包全数共计86669元，已经转正至新竹市的社会救助金专户，让社会大众的爱心在严格把关下更加的透明与延续。虽然讲是民众好意，不过环保局也是提醒民众送红包会造成基层人员的困扰。大家若是会当做好本社分类，也是向队员讲一声努力，对清洁队员来讲，就是上大的鼓励。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美国对顶关税判决违宪了后呢，这美国贸易代表处是宣布，把台湾纳入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调查对象。咱行政院是回应讲，即马已经有甲美国来沟通啊，相信咱优惠的条件呢是袂拍折的。也毋过即马受到这美伊的这个战争的影响，台股开盘是大震动，跌超过500点，落尾是34000点，走无掉。任务是青顺顺，台北股市12早盘打开，就跌298点，大约透早10点半，盘中是跌较稀利，一时超过500点，加权指数来到33519点，是收袂掉34000点。早上的时候其实一度有拉升，那短线市场还是比较聚焦在中东以及油价的一个部分。投资人的烦恼是因为美国贸易代表处12宣布会启动新一波的301条款的调查，来看美国认为有结构性产能伤量上，也有生产相关做法甲政策。调查对象毋但台湾，佮包含中国、日本等等计共16个国家。财经专家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月底才裁定，美国总统川普无权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全球性的关税。川普马上签署公告，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对各国加扣新的10%全球关税，不过期限干那150天，所以才阁引用301条款来争取时间启动调查。初步评估对台湾的经济冲击无大。还是以这个美台所洽签的这个协议是为主的。那至于说台积电会不会受影响，就是台积电它的影响最主要是232条款其实是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关税的情况。行政院是发布新闻稿强调，台美对中贸易协定 ART 当中，对301条款调查议题早就有共识。
美国也伫公布3抗疫调查进前，甲台湾讲，相关的发展政府早就掌握甲准备，相信调查了后 ，ART 所得到的相对优势甲上好的待遇，结果是袂拍折。记者综合报道。美伊战争即摆已经战到第11天啊！这荷姆兹海峡呢是规条安尼袂顶袂动，这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上界严重的状况。伊拢是警告讲，若准美国有继续来干扰，安尼油价呢恐惊是会冲到一桶要200块美金。即摆国际能源总署呢已经通过这史上上大规模的计划，放出4亿桶的原油，希望会当降低石油危机。再有的船火烧，疑似受到攻击。美国甲伊朗的战火伫苏荷姆兹海峡上船的流量倒求9成以上。虽然美军宣称主导局势，不过12传出又阁有3只船伫附近的水口受到伊朗的攻击，开战到打，至少14只商船受害。伊朗军方对外放刁，向声讲伊朗掌握海峡的主动权，只要美国甲以色列唔撤军，全球就要面对能源供应链断气、贵三的代价，准备迎接10桶的原油冲到200美金。که نخواهید توانست قیمت نفت و انرژی را با تنفس مصنوعی پایین بیاورید که با گسترش جنگ در منطقه اعلام کردیم منتظر بشکه‌ای $200 باشید چون قیمت نفت تابع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است که منشأ ناامنی شما هستید. 面对伊朗的吓惊，美国总统川普重新强调，美国已经完全和伊朗的海军、空军甲防空设施袂顶袂动。川普阁指出，美军伫过去1礼拜已经甲伊朗大约60只船舰拍甲沉去，毁掉对方的雷达系统甲真侪位领导人。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放出的影像显示，伊朗的飞弹甲无人机攻击的频率已经降超过8成，不过战场前线的报复又在发生。They've lost their navy, they've lost their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apparatus at all. They have no radar. Their leaders are gone. And we could do a lot worse to one another. We're leaving certain things that if we take them out, or we could take them out by this afternoon, in fact, within an hour, they literally would never be able to build that country back. 为着阻挡全球通货膨胀失控，国际能源总署 IEA 32个成员国做伙通过放出4亿桶的战备的油，想要弥补荷姆兹海峡封锁了后供应的欠缺。不过危机唔那能源，全球大约33%的肥料原料也爱经过这个水道，即马海峡无法度行。分析师警告，这地区农产品收成无好，粮食大起价，引发全球性的人道甲经济灾难。What it's done is concentrated on local defensive mechanisms and what we call 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 techniques. So that would be things to, well, basically to close the Strait of Hormuz. 川普政府宣布后礼拜放出1.72亿桶的原油，用120天来稳定油价。日本甲德国也会放出油，国际社会当咧尽力避免这场美国甲伊朗的战争，互全球的经济放弃。不过，即马德黑兰油供硬派接班，而且真侪个商船也一直受到攻击的情形之下，这场死死怒火行动恐惊影响全球数十亿人的生存。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来看这回，这美伊战争拍到安尼，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讲，这美军呢真有可能是因为一条过时的情报，伫咧2月2日的时阵，空袭伊朗这个海军基地的时阵呢，连附近一间小学也甲崩歹去，造成当地超过150个人死亡的悲剧。这个残骸有美国制造，还有雷神公司等等的字。伊朗政府在公布影片，讲这个物件拢是2月2日发生伫咧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布女子学校攻击案当中的飞弹残骸。讲这新的证据代表美国军方就是这摆攻击事件的幕后总镜人。纽约时报在报道，目前有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的军事调查，初步显示，这战造成大规模死亡的事件，可能是目标定位错误所造成的。北京新闻秘书李维特声明，就像纽约时报所讲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A new report says the military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truck the school. I don't know about it. 这是学校起防攻击进程的画面。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伫咧设定攻击坐标的时阵，使用美国国防情报局所提供的旧资料，才会互目标判断错误。
这间学校是自2013年就甲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所使用的建筑伫咧同一条街啊。学校2016年了后，有用为难隔开，而且有家己的出入口。美军空袭主要目标是军事基地，研破核攻击所使用的武器是美国的战斧巡弋飞弹。消息人士甲《纽约时报》讲，中央司令部官员所使用的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数据所建立的目标，可能无细腻，甲学校当作是军事目标。报道嘛指出，目前的调查结果还阁伫咧初步阶段，有一寡关键问题还阁等待解答，像讲谁怎会使用过时的情报，还阁有应该是谁来负责查证等等。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政治界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民众党立委李正秀到底是算倒一个？这是伫社会引起真大的争议。立法院长韩国瑜是采取讲，伫司法判决进前，尊重李正秀的身份甲伊的职权。因为民进党团是即期这李正秀呢，伫登记的时阵是有亲手签名，承诺家己是敢若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尔，所以这民进党团是批评韩国瑜来替李正秀开后路。民众党绿配立委李正秀身份资格问题继续引起讨论，在伊调查协商上尾无达到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采时，伫相关事实查明进前，甲司法上尾判决进前，爱尊重李正秀的立委身份，甲职权行使。很敬佩韩院长的高度，那他也有维护立法院的尊严跟坚持行政中立。其实就希望行政单位能够。可以不要再闹了吗？但我想，其实刘世芳他们会继续闹啦，这个是我预期中。李正秀向广播专访，感谢韩国瑜坚持行政中立，也透露国本地捌私下找伊讲话，交代爱顾好绿配权益，也后年的集期，绿配敢有对不起台湾人。也毋过为一档补办进前向内政部提无社机密的资料有收到，也毋过内政部寸过交差。交差，对，交差，他给的是那种告诉你说啊，我回你，然后网址在这里。昨天韩院长就是这样子一个裁示之后，希望大家要尊重立法院，尊重韩院长啦，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能够有一些转弯，这等于也是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嘛。民进党团集期每一位立委伫就职时，拢需要签国籍法20条承诺书。人事处证实，李正秀登记时亲自签名承诺家己只有中华民国国籍，也批评韩国瑜协商过水是为着要放水。李正秀圈选的是他只有单一国籍，他隐匿了他就职时还没有放弃中国籍的事实，这就是谎报，这就是伪造文书。但是韩国瑜很奇怪，从头到尾李正秀的违法就任就是一个法治问题，它不是政治问题。为什么要用朝野协商来瞧？李正秀表示，希望在韩国瑜裁示了后，大家爱尊重立法院，尊重韩国瑜行正当法律程序，拢尊重。也毋过法律判决进前，请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楼，也就是台北市中山南路迄栋呢，过去是互人认定是不当的党产，所以甲国民党来讨11.3亿。也毋过，即马最高行政法院长是判国民党胜诉，唔免纳钱。来看这国民党上新的讲法。不当党产条例呢，它原本就是一个恶法哈。党产会呢行清算之实，清算国民党的党产，然后呢去充实了，让国民党呢一穷二白，然后民进党呢却因此呢能够吃香喝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法律，就是在进行清算斗争。我们希望呢未来的诉讼，国民党呢能够得到公平正义的审判。好在国民党是强调讲，相关的土地甲建物呢，是国民党伫1990年的时阵买入来登记的。2006年，搁再卖互中英发基金会。伫这党产条例咧施行的时，这栋大楼已经唔是国民党的，后手也有真济甲党产会的这个官司，希望法院会当公正来审查。另外，再来看这行政院甲南北电影的国防特别条例这版本呢，目前已经复委，其中这行政院针对着中科院的部分是编809亿的预算，要大量来生产这的飞弹、无人机，甚至是无人艇等等。也毋过南洋呢，煞认为讲这国内若准要家己做，安尼预算就爱一档一档编。
去年国防展头摆出现中科院家己研发的强劲飞弹，哪查高度会当达到70公里，有机会结合现任的天弓3飞弹以及美国製愛國者飛彈，為台灣建立嚴密的防空火網。行政院頒布的國防特別條例，規劃1.25兆的經費，其中中科院編809億，要量產3大項目，包含強勁飛彈、瑞恩2型無人機、攻擊無人艇、爭取調野的機器。國內的部分應該放在這個年度預算，不應該放在特別預算。無人機，或者說導彈、反導彈，甚至於在整個飛鴻供應鏈的部分，這個就是涉及到整個國防的一個自主啊。那樣刷破冷水，講國內家己產製，應該由年度預算編列，支持家己3800億加元的黨辦條例。前南委現任華府地殼研究員柯玉仁指出，那最後是通過國民黨辦，那無法度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力，嘛影響台美的關係。這個絕對會影響到台美的關係的，因為美國會直接會說，那現在你台灣不自我防衛是出現了一個大漏洞。另外，針對中國2026年國防預算大約大票8.77兆，引起區域國家的煩惱。學者研判，中國軍今年是裝備交付的高峰期，軍事戰略目標對準灣海防衛以及建立西太平洋島下的能力。它的費用其實並沒有特別多，所以它大概只能針對就是我們總統或是提出的相關言論或者政策做出相關的一個反應。所以我預判大概1年大概也就是維持過去的大概2到3場，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規模。因若擱做漳南海巡號一禮拜內2屆出海，12展開第2屆潛航測試，互人講是加速測試的腳步。軍事觀察家指出，海巡號針對同款的深度速度一直驗證，有機會在6月完成交艦。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3月12日，當時嘛是世界腰子日。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是指出講，這腰子病呢，甲氣候的變遷是會互相來影響的，因為天氣燒熱是會增加這腰子病的風險，而且空氣當中這污染物 PM2.5每立方公尺增加12克的時陣，安尼得到慢性的腰子病這風險就會增加6%。美國以色列伊朗衝突了後，影響全球能源供給。台灣天然氣到底敢會安尼有所欠缺，需要火力全開燒炭咧。初三在立法院備詢的時，經濟部長江明鑫表示無排除。那是不是因為這個事情會打算全面開啟煤炭發電呢？那個是最後手段。不過一禮拜了後，隨着順利調度到天然氣了後，伊個改喙。之前講的這個可能燃煤電廠那個額外增加量的部分就不必了。面對能源供給因為漸漸受影響，長期反對燒炭發電的群團，部分經濟部對一開始的講法，認為這種處理方式連小學生攏會當做行政院長。如果在困難的時候特別燒煤，我想請小學生來做行政院長嘛，攏會使來啦。就無就搞阮遮阮兜無學倒擺，搞阮遮迄隻2行程佫開出來就使嚟啊！無電就燒迄款省導出來。3月12日是中秋節，也是世界腰子日。也公防醫師引用國際研究指出，腰子病甲氣候變遷兩方面互相加成影響，高溫也會增加腰子病風險。更加引用本土研究指出 ，PM2.5每立方公尺增加12克時，得到慢性腰子病風險會增加6%。兒童腰子科醫師指出，對兒童的衝擊更加大。1萬多人2歲到25歲的這些小朋友，經過10多年來之後，增加的慢性腎病的幅度是將近一半，53%。兒童開始，我們的腎臟就沒有發育好。那接下來到了成人之後這種環境污染它就會進入慢性腎病，會進入透析機會就會大幅增加。台建民閣一擺表示，面臨天然氣短期風險，全面燒炭不是緊急應變手段，呼籲落實27%燒炭比，邁向健康台灣。面對這擺的能源風險，除了要求召開能源國是會議，更加希望總統來強調到立法院國情報告，達至能源危機應應國策。記者綜合報道。
新北市校园挂暗棍案，即卖已经定案，凶手是互人判12档甲11档的这个刑期。也毋过被害者家属今日搁再出面，伊讲因为呢受到这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是无通好参与这假释的听书，而且当时会当假释其实嘛毋知影。律师是表示讲，现主时这制度对证人的保护的确是有欠点的。我最担心的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假释，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访，所以说我只能预估他们大概哪时候提出假释，那我就会在之前赶快让妈妈跟姐姐他们出去租房子。短时间内整理心情，搁再亲身出面，把心内烦恼讲出来。新北校园挂暗棍案的被害人家属杨爸爸，搁再讲起伫诉讼当中，法院对被害人的个资保护不足、徛假地址、亲情名姓等文书，拢互被害人掌握。这回徛伫镜头前，要诉求少年刑事案件的假释流程，会当建立被害人家属的参与制度、家己争权，保障那些加害者，对我们受害者完全没有保护。这样子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我们受害者算是弱势团体。惊动社会新北挂暗棍案，杨爸爸的囡仔不幸伫学校失去性命，细过杀人的少年，甲姓林伫边使人的少女，分别判12档甲11档徒刑确定。伊正无奈，因为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限制，少年刑案的假释流程排除被害人参与，无法度提出因的意见，就连加害人未来当时的假释嘛无法度知，互因一口罩心神未定，就爱惊吓过日。当时是112年犯保法在修正的时候少年事件主管机关司法院他们的建议避免少年被贴标签。那后续法务部会持续透过这个院际沟通平台来跟司法院来做积极的协商。然后又检讨环保法，杨爸爸委任律师回想这个案件，嘛点出因为少年事件处理法和活更宽受到真侪限制，各现行制度欠缺对证人保护。在诉讼的程序中的阅卷权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在重大的少年刑事案件里面，它受到了非常多的限缩以及退让。少年的鉴定报告的部分，我们不仅没有办法看报告，甚至连结论的部分我们也没办法获知。那原因是因为他是少年。这个案件引起司法的讨论，民团即日伫这礼拜六发起集会，争取少司法修法，为前科多销制度、家庭抚育功能等层面，拢爱重新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为着要来照顾国民，保护着弱势，甚至也兼顾着国家财政，行政院会今仔日是来讨论6大生活津贴的调整的规划，甲这补助的金额拢起23.5%。将攸关弱势族群生计的低收入户家庭、儿童及就学3项生活补助、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以及弱势儿童及少年生活扶助等6项津贴与补助，同步调升23.5%，同时强化支持弱势家庭对儿少的照顾扶助与社会投资，并消弭县市间的区域落差。特别将弱势及低收入户的儿少生活补助调高到至少5000元，今年所增加的经费约65.9亿元，连同老农津贴与国民年金修法后，总计8大津贴调增所需要的经费，都将由中央全数负担，即需要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完成法定程序之后，再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来编列。经过这调整的规划了后呢，行政院是估计即马全国有318万这弱势的国民，因的基本的生活甲福利拢有通受到保障。而且这行政院嘛，搁再呼吁这立法院，就要考虑到这国民的福利，应该就要赶紧来审这个总预算，希望会当并今年7月开始实行。华航甲中央航空呢，最近是写明规定讲，若准找头路这自我介绍是用 AI 来写，安尼就永远袂甲请。这项规定呢是引起真大的讨论。有人力银行是认为讲，这航空业甲服务业这是重视人甲人之间这互动的能力，所以 AI 写的这自我介绍呢，有影是较无感情。某学者是认为讲，这企业到底是要安怎判断这自我介绍是毋是 AI 写的？这可能是犹阁有争议的。
航空公司找人才，华航航空公司求职网站点入去要找售后人员，目页顶悬搁一排哪是个字，写讲履历自传，若用 AI 来写，就永远无必用。另外一个科机电副工程师嘛是同款，禁止用 AI 来写履历。这就是各公司自己的自由，他们可能会需要能够不用 AI 也能做出履历的人才。我自己是觉得，如果都用完全照抄不太好了，但是适当的使用应该是可以的。这样，若是华航，当然中营航空也宣布禁止用 AI 来写履历，若无同款会取消资格。财务航空是暂时无规定，台湾虎航也无强制规定，但是内容有禁止伪造、受过限购。像这航空业啦，或是餐饮、休旅业、量贩业，要面对人跟人之间相处的这种工作，企业比较讨厌看到就是说很制式的这种履历哦，因此生成式 AI 这个撰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流于这样的比较表面的一个叙述。不过嘛，学者认为禁止用 AI 来写履历真歹界定，有的人只是用来写个修订，这真歹讲。若准讲用专门的软体机器来判断是不是真正用 AI 写的，嘛有判断错误的风险。有学者针对这项规定态度保留。你如果判定我是用 AI 写，你至少要让我去解释嘛，我可以拿出我原来写的手稿给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底下，你如果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求职者的话，你就说他是就等于单方面就决定他是不是用 AI 写的，我就觉得这是不对的。学者认为航空公司的做法恐惊牵涉到就业歧视。根据劳动部就业服务法内底并无包含履历要安怎写的规定，这部分佫有讨论的空间。记者台下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交通部今日是来开这2022年头一届道安的记者会，统计这旧年的规年冬天交通死亡的这人数是达到2858人，这个数字是比前年还佫较减92个，离原底定出来的每一档要下降7%这个目标还佫有一地。114年整体死亡人数来看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那如果就各项指标来看，不管是机车事故的死亡、高龄者的死亡、酒驾人员的死亡，或者是行人跟儿少的死亡，在各项分项的指标上也都是看到下降的趋势。根据这交通部的统计，2005年这驾酒赛车造成的死亡的人数呢是143个，比前年还佫较减101个人，这是比例上介悬的一个项目。要然这过路人的事故呢，也就是讲这当下也是24点钟来死亡的这比例呢，嘛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交通部是强调讲，会佫再加强改善的措施的这个力头，希望会当达到2050年的时阵，这道路交通事故会当零死亡的这个目标。主计总处有调查讲，这高雄呢，全市这乌多拜是超过210万台，也就是讲每100户这家庭呢，差不多拢有185台乌多拜。若是比全台的这平均的数字还佫较悬，嘛是6都当中上介悬的。大量乌多拜伫路口等红灯，随旁边仔就是捷运站，民众犹原选择用机车代步。行政院主计总处调查，高雄全市机车超过210万只，每100户家庭就有185台，是6都上悬。随旁高雄有捷运顶大众运输，不过机车的搬车率高达4.4%。我家就在捷运站附近啊，只是那你为什么不想要搭捷运？因为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骑机车比较方便。无得地下车是徛隔离捷运远，搬车了时汽车搁歹停，互汽车族认为坐捷运颠倒无方便。毛民众表示，若准路线继续增加，搁有相关优待，通提供坐车意愿。月票蛮实用，蛮不错的。现在这个不错了，那当然更好的福利更好啊，比较方便啊。对啊，所以我会选搭捷运。立志顶啊，公告一卡通搬车优待，为提供搬车意愿，高捷提供停伫5地处站顶捷运站外，高捷自营停车场的汽机车，还有U-Bike使用者5至10块的优待。不过，民代认为这无够成人，认为应该结合捷运站周边公有停车场系统，互大家优待。为配合捷运站之转乘需求，捷运站周边道路均配合划设有转乘机车停车格位，大多数均未收费。交通局表示，公有停车场有提供机车族5 T-Pass 买停车月票拍8折，还有搬车临停的优待。不过，多数民营停车场提供搬车优待意愿无悬，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伫屏东市今仔日透早呢，发生一件这轿车弄到电火条的事故。警方到场的时，发现这个赛车的查甫人是安尼戆神，而且手举刀啊，甚至佫摕这个八达讲家己的车辆。这车顶呢是有超出这毒品，喙内的块胎嘛有第2级毒品的反应。落尾是甲这个查甫人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透早要6点，天也未光，一台乌色的轿车愈驶愈偏，直接对电火条弄落去。警察接到通报了后，赶到现场。你是驾驶人吗？你是啥？警方到位发现驾驶手提一支刀啊，但是这名查甫人甲问话拢袂应，无想到伊甲刀啊放伫涂骹了后，搁去摕巴达讲家己的车。警员感觉伊马西，就随通报支援，问驾驶敢有需要叫救护车，伊嘛拒绝。落尾伫车顶发现毒品，就甲这名查甫人带转去派出所。到阳台看到，怎么有那个车祸啦？我不晓得，因为我来一天差到拢伫遐。拢伫遐，救护车嘛伫遐。系啊。代志发生伫12透早，这名29岁姓纪的查甫人，哪像是食毒赛车，规个人戆神，驶到屏东市复兴路的时阵，家己去弄电火条，事故现场车壳的脆皮落4架，油漏伫涂骹。警方伫车顶找到毒品夹皮包，甲不明的白粉。喙内块胎有第2级毒品的反应，就甲姓纪的查甫人移送侦办。警方并于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及不明白色粉末，经唾液快筛呈现第2级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等罪嫌，引起屏东地检署侦办。事故轿车已经刷去派出所调查，车头规密毛，安全气囊全部弹出来，想当时拢袂细力。警方提醒民众千万唔通食毒品赛车，莫害别人，佮害家己。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另外一件交通事故是发生伫苗栗的通霄，这秋茂园的平交道呢，昨暗有一台休旅车违规撞入去铁基路，或者载回火车甲弄着，驾驶是即时落车，人是平安的。毋过即马所传出这驾驶呢，伊本身就是代替的员工，违规的行为已经涉犯公共危险罪，后手会交予警方甲代替去调查处理。赶快离开平交道。铁基路的水泥是一直弹，轰动的白色休旅车后壁是弄甲摇，连啊就喷去路顶。苗栗县通霄乡秋茂园铁基路11暗时7点左右发生烧弄的事故，细数休旅车驾驶弄入去铁基路，去有代替7501处货物的车跌落去，火车的车头嘛害去。好在在这个细数的查甫人赶紧落车，现场无人伤亡。方对驾驶书信男子实施酒测值为0。本分局查明相关事实，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第1款规定制单举发，另依公共危险罪移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代志发生了后，伫咧社群平台都有网友指控，这个细数的查甫人是代替新埔站的副站长，而且伫咧暗时7点半才下班，意思是伫咧执勤的时阵乌白离开，无好好上班。代替公司证实，这个细数的查甫人确实是新埔站的副站长，上班的时间是迄天透早7点半到暗时7点半。因为接班的同事提早到，才会下班。不过，细数的查甫人伫咧铁基路水泥一直弹的时阵，硬硬要赛车弄过，目前已经先调离现职，听候调查。他的接班人7点就到了。所以他已经交接班完毕，然后开车经过平交道，会先把他调离现职，资料收集之后厘清之后我们会来加重处分。警方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细数的查甫人罚15000到9万块的罚金，吊扣驾照1档，再搁以公共危险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今日代替因为这件事故，依次单向双向通行，一直到暗时8点54分才恢复专线的通行，拢总影响4架车。5点21分，营运甲火车损失，嘛要求细数的查甫人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东京的食品店，咱嘛有设一个台湾馆，甚至搁伫现场煮料理，请真济国家做回来品尝。どうぞ！外贸协会农业部甲10外柜关市首长代表做伙伫日本出现，为世界3大食品店之一的东京国际食品店台湾馆徛台。当业者拍拼推销农特产，有当店乌龙茶、萝卜饭、贡丸等等的台湾好料起价，吸引大店日本甲海外厂商。上个礼拜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日本的棒球周，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组织了台湾的 Team Taiwan 国家食品队
前进东京国际食品展。今年台湾馆总共集结194家厂商，还有摊位，规模是历届最大。那么还特别设置了这样的 live 料理秀，要让日本的业者现场品尝台湾的好味道。日本导致教大家安怎用台湾的花卡炒饭，该料理做创意的进饭丸。这2年日本是真欠米，台湾米也趁机会抢市场。去年销到日本的台湾米大概是12548吨，比往年大概增加了将近2倍到3倍左右。不过台湾去年爆发非洲地震，互猪肉加工食品的业者真烦恼，讲影响商品出口到日本，加菜是无造成上大的冲击。非洲猪瘟这件事，它影响到的范围会比较广，也还好说台湾政府有做好蛮不错的措施，外销的部分没有说大到很多。东京食品展上面，我们可以接触到日本当地的买主以及各级的各百货公司精致的通路以外，也可以吸引到就是全世界的目光。透过现场的解说甲试食，增加台日厂商的合作機會。尤其最近幾年，台灣料理伫日本真時行，真濟業者特別來找靈感。今すごく台湾っていうキーワードが多くて、今回このルーローのを使って私どものラーメンのメニューにですね載せて、販売をしよう。台湾料理の勉強になることがいっぱい発見できて、とても有意義な一日でした。敢若看台灣館的四周圍，就知影有偌清。時間的展期繼續宣傳台灣的好米，希望會當擴大出口的商機。公司國際記者徐旭浩，日本東京報道。下晡尾天氣，咱繼續甲時間交互糖啊。今仔日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各地頭透早氣溫由原較低，中南部的日夜溫差大。一時開始，因為大陸冷氣團或者是另外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的落南，台灣北部甲東北部的氣溫會豆豆降低。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